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来，大家好，我阿德。嗨，您好，我是龙。咱顶一集讲即个台语俗谚，对无？对上尾一个讲到即个明代骨用到下袂落，无毋对吼。所以咱今日共款吼，一届差不多做2集的嘢，就是拢伫讲即个台语俗谚。因为无我还佫有足济会讲袂了。你先看卖有得行无？有啦，咱有伫录，无问题。我即届有炸即个平板，我炸另外一台，所以会使免用电脑切换，所以我都会使看讲咱迄个，因为咱其实每一个 podcast 你录音的方式无完全共款，有的是用即个咱讲录音界面，即个录音器伫咧遐，迄款的其实你会我无确定啦，有的是会直接录音入去所以伊无需要电脑，伊是无透过电脑。若我家己的习惯是，我有电脑看迄个波形，就是迄个迄个图，迄个形有伫行，我才会较安心一丝。我若无看到，我直直会讲毋知有录着是无录着就讲甲老长，甲我拢无，拢无入去，拢白了工。有当时会惊即款情形啦，所以虽然习惯无共款，用的设备嘛无共款。我用的设备的习惯是会有即个电脑，我另外有一电脑伫看，我会较清楚安尼，所以目前拢有正常伫咧行，所以应该都所以我还提醒一个，无错。好，咱来讲一下咱的即届开始之前有啥物要甲大家讲的代志无？无安尼就好啊，先着再来。来，咱即届来共款来讲即个台语俗谚。头一个咱先来讲一个即个甲宜兰，伊甲宜兰在地有关系因为咱顶一集的头一个是讲到即个鱼若做无路，就用新鲜度，是为宜兰福原的甲伊的即个福原地，是甲即个歌戏的历史有关系。所以其实是安尼，真济所在各地有各地家己的即个俗谚，有的俗谚是全台湾拢通行。就是这话大家拢知影，有的俗谚其实是在地人知影，其他所在其实无一定会听过即句话。反正伫咱生活中定听到，会当作讲这是足平常、足正常的代志。但事实上，对其他县市的人来讲是从来毋听过。但我捌写过即款的，发现讲大家拢毋知影咧。原来但是伫咱遮是自囡仔甲大汉甲老岁人全部拢知影，自然拢伫使用的物件所以真趣味。即个咱头前先来讲一个甲龟山岛有关系。龟山岛这就一定知影讲，敢若宜兰的有。无几只龟吗？宜兰就敢若宜兰龟山岛所以因为即只龟伫咧海顶宜兰应该是100公里100公里长的即个海岸即个海岸线。其实有对除了少部分伫咧应该是爱甲南蒙澳佫较过甲我南澳迄边可能看袂到龟山岛南澳应该看袂到，印象中啦其他的所在原则上拢是看会到龟山岛伫海顶的伫海上，所以对宜兰人来讲，龟山岛的即个伫咱心内的即个地位是真特别，真无共款。所以过去真侪人会讲经坐火车早期也无即个高速公路来到宜兰时阵，坐火车只要一出磅空，看到海上迄只龟伫遐徛伫遐嘛，毋是徛伫遐，踩伫遐，伊拢袂走呢。咱就会感觉即个
宜兰狗啊，就这款的感觉龟山岛对真侪人来讲是宜兰一个强镇，对，虽然伊明明都不伫宜兰县内伫海上当然属于宜兰县啊但是迄个感觉无共款所以你看真侪宜兰的相关的这款的这个活动定定拢会出现龟山岛的一个标志啦，敢若像迄个屏东鹅銮鼻迄共款的电台意思，共款意思，所以龟山岛对来讲是真特别的。而且讲实在，龟山的石头你知影无？我捌听你讲啦，不过我无了解什么意思。其实真简单，因为龟山岛伊这个方向伊的头是向东南方，伊的尾是向西北方。我都路痴，所以你甲我讲这我拢听无。会造成一个情形，就是因为宜兰的这个北地是一个三角形，嘛拄好正对着这个龟山岛的身躯，所以你若是伫咧溪南地区看到龟山岛，伊迄个龟首咱袂直接讲龟头啦，所以一般用龟首来称呼。龟山岛的头都龟首，龟首会伫咧正手边，但是你若是一直向北行，为沿着这个海岸线。不过你讲龟首，人点都听无哦。龟首，大家知影者，一般个龟头，龟的头啊，无啥。是无毋对啦，但是咱伫称呼龟山岛，咱伫称呼龟山岛的这个头的部分，习惯上会用龟首。我捌听，目镜你搭知影？你若一直向北行，沿着这个海岸线向北行，一直到这个北关以北了，你会发现讲，这个龟的头龟首是哪伫倒手边啊？因为咱行路线问题嘛，主要是因为这只龟的这个方向，甲咱的海岸线是一个弧形的，一个星月形的，所以伊毋是直直的，伊毋是正直线，所以你的方向看到会无共款，所以你会变成讲小可伊这个海岸线小可包着这个龟山岛。导致讲你伫溪南甲溪北看到的龟的这个龟首方向无共款，叫做龟山石头。你若看到龟山岛为这个头伫正边，慢慢洗，看到伊的尾，到最后洗到倒手边，就代表讲你向北已经较北关以北啦。是咱行的所在地点的关系啦。其实甲龟山岛有关系的故事真济，尤其伫宜兰吼。即马计算内底无大了吼。目前敢若有即个海巡，还有即个军营。我会记得敢若遐军甲海巡还有。厝边已经拢搬煞到早期是因为做军事基地，所以拢搬煞到头城，应该是即个这什么里啊？我向煞袂记哩。毋知是毋是龟山里，还是搭一个里就是龟山岛的后代，拢伫迄个所在。那当然真济过去龟山岛的一寡历史慢慢仔嘛消失，所以因嘛都积极伫咧。保存做真侪即个座谈会啦，做真侪研究啦、研讨会啦等等，希望甲过去即龟山岛的居民因生活一寡即个文化保存落来，过去的记忆慢慢仔互大家拢袂记了。毕竟当龟山岛无法度带一般人啊，作为即个军事基地使用，伊有开放互大家去参观。当年应该是差不多3月份开始，当应该已经开放啊。应该到当年的10月份，这段时间内。有开放你去岛上参观，但逐工有限制人数。你首先来去头城迄边乌石港，去乌石港遐去做登记，会使坐船出海。有几落款无共款的即个算的方式，有一款是做踅岛，踅岛就是讲也伫岛龟山岛附近踅。你看你的行程你的方案，有一款是你是踅岛的方式，就是咱踅岛甲看这海翁海猪啊，海翁就是即个金鱼，海猪啊海豚，那豚骨拉面的豚，就是猪吧的意思，海猪啊，那个海猪啊，海翁海猪看海猪，这是主要是踅岛，毋是要登岛。另外一款的方式就是要登岛，顶悬上悬的所在加伊迄个塔总共加起来401公尺。我印象中，所以叫做401高地，上悬的所在才看出去安尼。还有附近还有一个即个牛奶海、牛奶海，因为地底有即个硫磺的关系，所以导致即个海一边是即个敢若牛奶色，敢若白白安尼，一边是一般咱看到。我可能没去注意到咧。咱平常是袂去遐，这是最近流行，这是咱最近时行的一款生法，就是去遐应用一款叫做 SUP 一个房啊，这个船房，你会使伫顶悬啊，到底啊位顶悬咧翕落来足水的，打流行这款生法。啊，有的是坐游艇啊，坐游艇去到遐安尼，真侪款无共款的生法，这是讲伊有时间的限制啦。大家了解一下讲这个
鼓山岛，所以甲鼓山岛有关的即个过去，因为咱会观察鼓山岛，遮大一座，一只龟安尼，逐工拍去，真正足辛苦的。伊虽然袂走，但伊会叮当哦，伊的龟尾是会叮当的。龟尾随着即个东北季风的影响，无共时节，无共季节的时阵，伊的尾会刷叮当。是，嘿，所以咱讲迄只龟是活的，毋是黑白讲的，伊的龟尾是会叮当的。我哋使去查一下资料，因为会做记录啊，这拢会做记录，因为你会使为空拍图，顶管是会使翕会到的。伊的龟尾一寡即个咱讲沙石滩一寡海岸吼，给通出来，通一撮出来的所在，看起来敢若尾的所在，因为东北季风甲西南季风伫吹的时阵，伊到底伊的方向无共款，积水的方向嘛无共款，所以看起来敢若龟尾叮当共款。其实是一个幻觉吧。毋是讲幻觉，真正伊显现出来的即个海岸的所在会变化，确实会变化。因为这季风的关系，是影响到即个海岸的情形。是安尼吗？过去附近还有即个龟卵，有这个龟卵岛，就是龟山岛边有几粒啊，咱讲礁岩还是大石头，迄个情形吼。但是目前已经无啊啦，淹没啊，都无啊。我印象中是无啊啦，所以咱来讲这只龟可能是无的，因为边个有卵嘛，好啦，伊人讲卵啦，龟卵。但事实上，若是听讲伊即个以后咱嘛有机会讲到即个故事，就是柑仔兰人的故事，龟将军的故事，就是还有即个龟蛇北海口，即款甲龟山岛有关的故事，内底即只龟是查甫的，因为龟将军嘛，所以真侪无共款的故事啦。以后有机会即甲龟山岛有关的故事嘛。一般你有分讲啦，将军就是合做查甫的啦。过去啦，过去是安尼，所以这是较特别的所在。当然，咱嘛是讲倒来咱的俗眼啦。头前介绍一撮龟山岛的，听互大家了解一下。有几个咱伫观察龟山岛甲天气、季节变化有关系。季节的变化。看到龟山岛顶悬的一寡变化，因为天气好的时阵，你甚至连龟山岛顶悬土的色子拢看会出来。安尼，像我住的所在，只要好天啊，迄只龟倒也有土，是无树啊，倒也有树啊，拢看会出来。你是毋爱摕望远镜去甲看？毋免。清清楚楚，迄只龟清清楚楚，其实离咱无讲介远。这龟毋是你饲的啦，熟悉啊啦，这一年嘛熟悉啊，该嘛熟悉。我来先讲头一句叫做龟山底无大水好好，捌听过无？有啦，但我都有遐听哈。真侪人安尼讲啦。其实我有当时嘛会参考，你知影？因为我逐工看到龟山岛，你若龟山迄个规个龟山岛，包括龟首，包括龟壳顶悬有一缘足高的分站，白卡伫遐。气候的问题。卡伫遐，因为这是甲气候较有关系。遐若一缘足高的分，你就知影讲啊，可能较晚一撮，咱遮会落雨，毋是龟山岛落雨，是咱遮会落雨，而且是落大雨。有十过吗？我捌试过吼，确实伊的几率真悬，伊若分站足高的，而且毋是敢若龟首，是规个龟山岛顶悬拢是足高的分站，免偌久咱遮都落大雨。即敢若像咱讲看天顶要去行落看，乌云遮大歹啊，但是一直响，可能会落大雨呢。其实有即款情形，就是这嘛是过去的人的一款即个观察，因的观察讲，伊无一定了解其中的情形是啥物，伊即个原因原理是啥物，但是因知影讲有即个情形，我只要看到龟山底无，就知影那物就大水好好。原来是安尼哦。所以说龟山底无大水好好。大水好好，谁人爱好好哈？伊第一当然是为着伊亚温啦，伊地无嘛，所以后壁好好。好好就是讲这水就大，迄个声音的感觉，大水好好。我互你来念一解好无？龟山底无大水好好，这是最好念的龟山底无大水好好。来第二个是龟山前风台做袂成，龟山后风台无听效。这句大家都看唔知影。龟山前，安那风台做袂成，风台做袂成。龟山后风台无听效。龟山后风台无听效，就是无等啦。听效就是听好，也就是等的意思。对啊，等待意思，其实意思嘛，甲即个气候气象较有关系，就是讲风台路径啦。风台路径其实会有真侪即个影响，就是过去的人伫咧即个观察，看即个气象的就是即个风台伊若是经过即个甲龟山岛之间的关系互动的即个距离，都会影响着讲对咱家己陆地，就是宜兰的即个所在，感觉咱即个咱的生活的所在
风台的影响有偌大。你讲观察天候，是，这就是甲即个风台伫形成的时阵，伊方向有关系吼，所以因用即个鼓山岛做一个海上的一个定位，等于讲我以即个为标准吼，是以前也是以后即个风台的行向、风台的方向，咱就大概知影讲对咱的影响有大有细无？嘿，对，用迄来做判断啦。是吼，所以就即款的讲法安尼，这嘛是共款甲鼓山岛较有关系。另外一个叫做古土洪。古土洪，土洪就是即个洪水，也就是硫磺。洪水就是咱讲硫磺泉啦。硫磺啊。一般咱讲洪，比如讲有一个所在做洪港。洪啊，会伊早。是，嘿，阮点有对啦，对，你是要掠目糜啊，掠飞机？毋是啦，伊早阮遐无电火啊。都用风啊火安尼。过去较接使用是用伫掠即个小鬼啊，小光啊，伊人讲小鬼啊，就是即个，因为伫海面上吼，因有所谓趋光性、粗光性，就是看着光就是会挖过，所以就点光伫海上暗时啊，迄落风顶其实足光诶，真很亮，火是足光诶，对，照落了遐小光啊，目糜飞机全部拢走来，所以这有一个所在做红港嘛，黄港就是安尼啦。古土洪什么意思咧？就是讲一个古秀迄个所在，其实鼓山岛的海底有海底火山，甲当中啊阁有三五时啊，伊就会喷出即个硫磺。硫磺，嘿，差不多。前一阵有讲即个鼓山岛最近敢前一阵的代志啦，有即个吐出真大量的即个硫磺，就是较无味。伊迄吐出来影响着空气四周围。一般情形是影响无大，因为伫海面上，海面宽嘛，所以伊出来了其实都散去啊。只是讲你看到烟，伊是会有烟的，但是。你只要到了寒天吼，因为宜兰即个所在寒天吹的是东北季风，细汉拢有教讲什么季风，拢袂记你了。事实上，这对咱的生活其实影响真大吼。寒天宜兰吹，讲迄阵阵有爱作用啊，拢天天都喊伊啊。无毋对吼，宜兰过去因为。毋是讲过去啊，当嘛是共款哦。冬天是吹东北季风，所以即个头城即个所在，只要是到了冬天，东北季风吼，为海面吹向即个头城即个所在，头城咱大概较知影讲，像蜜月湾，就去冲浪的所在，去枪影的所在吼，伊就甲即个风烟吹到了即个头城的所在，所以头城人只要闻着风烟的味，迄个硫磺味，嘿，就会知影讲啊。寒天到啊！安尼哦，是寒天在因为季风的关系，风势的关系，季风风势吹的关系，是无毋对。所以就讲方向变啊嘛，变成吹东北季风，吹到咱就要闻到即个味啊。就知影讲啊，规个气候已经变啊，真正季风来啊，毋是讲天气温度冷热的关系啊，是季风变化。季节到啊啦，真正讲的寒天要到啊，东北季风愈来后壁就会愈来愈冷啊。或者有古土洪，所以你看，敢若鼓山岛咱就有这三个。零数咧吼，拄则有一个未互你，拄则未重新互你讲，就是咱讲的鼓山前风台做袂成，鼓山后风台无听好，会要互你念一个。我毋是念我吗？你拄则哪有念一句？有啊，鼓山前风台做袂成，风台做袂成，鼓山后风台无听好，是安尼，我即马对这安尼念得无。讲起来，个拄仔咱讲的古土洪。古土洪较简单，这就互大家了解一下，讲真济俗干是安尼。甲虽然咱无一定有讲故事，即马敢若伫教小朋友，无啦，互你念互大家对你念嘛，大家都是听到是对你念。因为俗干是安尼，真济俗干背后其实有伊的原因，有伊的故事，像咱进前讲的即个单林里结生死，伊敢若一句话听过，无啥物特别的意思，就是讲就知影讲是有一寡，有一寡可能无共家族之间的地纷争，就是安尼尔。事实上，伊背后拢有真济故事，有的是在地历史，有内容啊。来，过来第二句，做巷仔鱼食伤济。
哎呦，啊，就你讲我嘛，我就行啊鱼，食像只行行行行，我感觉知影讲原来大部分所在拢唔知影这件代志。我一直想讲这是大家拢会晓，因为自细汉拢会晓安尼讲啊。我跟阮同学定下讲，无多啊，我行啊鱼食像只，我行啊鱼，我是行啊组的组长咧，行啊鱼组的组长。拢会安尼讲，之前咱都提起，之前是你捌伫节目内底提起过一句话，所以我特别甲写出来。只是无想到讲写完了去甲大家做一下调查，发现讲其实真侪县市毋知影即件代志。是哦，可能甲即个产量有关系。宜兰的市场确实真侪大部分拢卖行仔鱼。对于阮来讲，这是定定看会到的所在，但是看到的物件啦，是定定咱遮拢掠会到。花鱼叫做烘鱼，对呀，一般叫做烘鱼，冰冰啊，迄款。炒芹菜就好食。我是无兴啦，但是确实因为对咱来讲，行仔鱼炒芹菜是定定出现的一个料理，一般家庭定出现的。通啊做真侪种。行仔鱼嘛无贵，伫咧宜兰嘛无算贵。嘛算好食啦。但是原来真侪所在平常时是袂看到行仔鱼。我定定嘛讲做我着行仔鱼食啊济哩，说拢行。所以阮自细汉囡仔就定定咧讲你行仔鱼食伤济行。就是行意思是啥？行就是行名仔来解释，其实用港音啦。就是公啦，小可公欠天安尼吼啊，还啥物款的形容，就是拍带呀。可能无甲拍带啦，就瘾头啦。放。头壳放空迄种感觉，那个行仔鱼食伤济行，这个行其实就是港音的意思啦，行谐音语啊，对，就这个港音的方式去讲一句话啊。阮自细汉都拢会安尼，囡仔都安尼讲，所以我一直认为讲这是一个大家拢知影的俗谚，有但是无讲大家。人我是拢讲同伊讲，无倒都行仔鱼食啊济，对无？所以咱讲知影讲。这句话伫咧生活中是定伫使用的嘛，就正常伫使用的。也无感觉安怎？所以我嘛毋知影讲普通的言语尔，像咱咧平常对话尔。所以其实各地拢，我相信各地拢有嘛拢有即落有因家己的讲法，因家己的俗谚，家己的客家话，但是咱毋知影毋捌听过，想这什么意思？但是总是爱先讲出来，大家才会知影。所以都甲大家宣传一下，讲宜兰即款的讲法，来宜兰会使食行仔鱼，对话市场拢买着无贵。没有嘛真好食，咱讲坦白，我会感觉啦。我个人是对行仔鱼的口感较无兴趣啦，但是有的人爱食，确实无毋对。真济通啊做法啦。好，来咱过来换第三句。叫做死狗死担当无米甲煮饭煮汤啦。你就自然后壁都会接即句话，对啦，对啦，对啦。但是到尾甲知影讲原来后壁即句，真侪人毋知影啊。大家拢敢若知影死狗死担当。我伫写即篇时，安尼应该是咱嘛，又个是咱这语言的款咯。应该毋是，主要是因为我有拄好伫查即个新闻的时阵咯，伫查做一寡资料功课时，写即篇时阵，才发现讲，大家拢讲伊有听过头前迄句，毋捌听过后壁迄句。好，我就足好奇，我就去查者，才知影讲，真正是安尼，就是确实原句是安尼啦，就是死狗死担当无米才煮番薯汤。宜兰会讲番薯啦，这是江腔的讲法，番薯是专腔的讲法。反正我拢好啦。无紧要，大家了解一下，不管你要讲番薯拢可以吼，就是这个死狗死担当无米才煮番薯汤。一个旧年初的时阵呢，有一个新闻和标题，就是写讲，你知影死狗死担当的下一句是啥物无？少年人竟然拢无听过，新闻是安尼写。我想讲好，原来我毋是少年人啊，因为这对我来讲是自细汉比如讲阿祖伫咧时，阿祖就是拢安尼讲，阮的阿祖就是安尼教我教，所以对我来讲是最正常的代志。尤其是有当时厝内闹煮即个番薯汤，闹煮番薯汤的时阵，伊就三不五时拄好看到番薯，就顺续讲一个。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两句是倒做伙。对啊，就像我拄仔是讲死狗死担当，你自然后壁就接迄句，吼，就是咱若伫路伫宜兰，你若甲讲即句讲死狗死担当，定定后壁自然无小心自然就即句话就后壁就接起来，大家去报起来。所以对我来讲，这两句是合做伙。对啊，对啊。到尾甲知影讲，原来真侪所在嘅少年人，加知影讲死狗死担当。无，因为即摆少年人伊无咧食番薯汤，毋爱讲食番薯汤啦，伊爸母嘛袂晓。所以讲就无法度真无彩。还有一句甲番薯较有关系，即个俗谚嘛是定定听到，伊去学校，像阮的学校内底拢有毋知啥，当然学校内底拢有即个壁顶悬吼刻字教
有教英语嘛，有教台语的。我其实母校是安尼，是有刻伫石头顶悬，每一个即个走廊吼，我通道顶悬壁顶拢会刻台语的即个俗言。其中有一句什么碰风水鸡太无肉啦，什么这常看嘿。有一句就是即个旱钱毋惊路途烂，只求机晓代代传。对，即句嘛是自细因为读册，我记印象中是国中的时阵，也就是讲我逐工只要经过教室门口口，都是看到即句话，看久嘛会背啊。旱钱毋惊路途烂，因为伊的烂伊了解断机啊。因为旱钱是真好种的一款物件吼，所以你毋管放伫倒位，伊拢有法度发出来。甚至无互伊吐，然后放伫厝内嘛，无小心就发出来。你讲这是真趣味，真好笑。毋过我甲你讲哦，我真是要种，我种袂起来。人吼，我要得人种旱钱叶啊啦，要食的地瓜叶啊。人种个偌水，我就种袂起来。凊彩个蛋了，伊家己要生。旱钱佫有分诶，食旱钱本身诶，甲食旱钱叶啊是无共种对无？对，有分嘿。我印象中伊连叶啊顶悬诶造型嘛，无啥共款。无。这嘛真济种类啦，对啊，你若是要食旱钱叶啊，其实爱种的是专门，就是要食旱钱叶的种。但是食旱钱叶嘛，足济种类。佫无共款的。当然咯，有较好食较歹食，佫是食佫无共款的对，是无共款的物件。这是写伫咧阮的即个教室的外口的壁顶的，拢刻，而且刻顶悬的。我相信毋是每一间学校拢有，但是我家己国中确实有即个物件，所以嘛真特别。就是讲既然迄个时阵都已经有诶所在有伫教即个台语的时间，安尼恁迄间国中不哩进步？我嘛毋知，以咱的观点来看，可能会感觉进步啦。早都有即个拍算，有即个准备啊。对啊，咱讲单独咱讲一句吼，时到时担当，无米煮旱煮汤，无米则煮旱煮汤，这就是都无饭无迄落只好旱煮添煮忙食啊。但这是过去啦，若打理旱钱店都较贵。即马人专工讲走去买旱煮来养生啊。较贵啦。嘛无俗呢。无俗啊，大家甲注意一下一句话，这时到时担当无米则煮旱煮汤，旱煮也可以，旱钱也可以。毋过我讲到旱钱，无啥爱食。讲旱钱，我是讲袂歹食啦，尤其前一阵寒天就会煮即个旱钱的姜汤。就是因为旱钱较甜嘛，姜较咸嘛，下一寡老姜安尼姜母都食起来都袂歹。寒天啊，哪介食都袂歹。寒天的时阵啊，就较烧好，咱热天无法度食啦。寒天就较烧好安尼。介意就好。讲到旱钱，我想着讲，之前我有听讲台南有一款物件叫做豆荠。因的念法都是豆竹啦，豆薯。应该还有一种木薯吧？木薯还木薯，咱家嘛拢有。有一款是树枝，咱家有。但是我讲即个豆竹，伫宜兰真少。豆仔旱钱。大粒小可像马铃薯迄个感觉，马铃薯。迄是毋是？迄只是，但是伊口感较像迄个马荠。是吗？就是碧荠台语叫做马荠，迄迄比马铃薯较细粒。伊的大细，我印象中差不多伫咧，伊会比较像马铃薯，但是伊毋是马铃薯，伊的口感较像马荠。安尼哦。我毋知哩。就是即个物件叫做较像所谓咱讲碧荠，切安尼就是碧荠，就是马荠，或者马荠，拢有人讲。扫安尼款呢。我个人无讲特别介意即个口感，因为之前看即个物件说，宜兰其实真少即个物件，你去市场一般看袂到。拢看到马铃薯。马铃薯是一定有但是即个豆荠完全上无。你甲问你问即个摊商，你问摊商讲。有即款物件无？因会听无你讲啥？因为咱遮无即个物件。到尾我去调查了，才知影讲原来第一是宜兰真正真少，嘛毋是完全无，真正真少。第二是讲法无共款。阮无号做豆竹，嘛无做豆荠，阮号做挂荠。有挂荠都捌听过对无？就是迄个物件。迄个物件就是台南迄边伫咧讲的豆竹。伊迄挂荠就等于人会去做其他的料理。比如讲，整做你对这讲培植的，它会类似去做，放，但是因为宜兰真正无济啦，所以知影人嘛。有啦，挂荠我要听。这就做挂荠，
台南迄边叫做岛族。哦，这样子哦，差太多了哈。你若一问真正会听无伊伫讲啥，吼，同样你若是去台南要讲你要买挂子，可能无人知你伫讲啥物物件。是奇怪吼啊！遐物件来个真来变音去。对，伊是字甲字，这只是专腔甲正腔的差别吼。无你挂甲豆，因为形容的方式无共款啊，就是伊一粒大粒啊，安尼吼，叫做豆珠吼。啊，依然是因为敢若伊咧收挂的方式吼是用挂的，一款特别的方式啦吼，伊一款挂法较特别，所以因叫做挂子。有啦，挂子我捌听，是毋知啥物件。对，就是即个物件，就是豆珠吼，切切扫扫安尼迄个感觉。哦。过来咱来讲第四句，或者这嘛是真简单吼，真好用，或者互人请毋通嫌咸正。哦，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吼，人请你啊，你个嫌东嫌西嫌瓜嫌咸安尼。这即摆这就是爱讲甲啦，家庭夫妻去就讲，有人煮互你食一饱就好，莫嫌。嘛是共款啦吼，就是有人只要你食，你就家己爱偷笑。对。啊，若有意见无，你就家己用。对。你家己做。正确。就莫意见较济。基本上就是恁翁恁某煮的，就是学落就对。对啦。除非讲真正是真正食无啥会落，啊无你就家己动手，你就莫靠人煮哈。啊莫嫌啦，咱讲坦白。啊，当然就真济，譬如讲咱遮有真济人伫这创作吼，比如讲毋管是影片啦，是像咱做 podcast 啦，等等，真济这生产出来这作品，放伫网络顶悬，免费互大家来欣赏吼。有的人无共款的产品，无共款的作品啦吼。那当时会有拄着一寡人是讲一寡较酸民啦，咱讲酸民啦吼，即嘛讲华语也做酸民。用咱前一集讲的6月喊开喙臭，开喙就臭啦。一老话拢是一个都无好听的。我是无拄过啦，我真感谢大家无互我听看到真无欢喜的物件。但是确实网络顶悬电台出现即款的讲话，即款的人吼，这时咱就使讲安尼讲啦，人请毋通嫌咸正，你是出钱啊晓，对无？你也无出钱啊，你嫌光嫌咸是嫌什么意思的？对吧？我免费互你看。你有兴趣看你就看，对吧？你若无兴趣你就离开，就是安尼尔嘛。有啥物好啲啊？咱像看电视啊，你若爱介意看你就甲看嘛吼，啊若无就莫看安尼啊。对啊，袂使伫遮嫌光嫌咸真讨厌。我若无啥爽快，要啉着水。嫌光嫌咸啊，搁有啥？嫌猪嫌狗嫌光嫌咸嫌东嫌西，搁要嫌啥？嫌分类，嫌好遐甲饭类。嘿啊，大项拢一直嫌，反正总共一句爱嫌就对安尼尔啦。嘿，这是咱的即届这一集的最后一句吼，所以咱一集差不多拢讲到4句左右。吼，原则上就是4句啦，互大家会使参考啦哈。其实咱标题拢有写嘛，就是有的是开讲会使用，吼，有的是骂人会使用，所以像即届就较无骂人的啦，吼，除了即个行业食伤济，较无成骂人啦，就是种罔讲笑。吼，有的人都做代志较欠天，什么锁匙袂记你扎，什么手机也袂记你扎，或者是家这遥控器摕去冷冻去冰，啊，规包迄什么锁匙嘛拢会去你。所以即款人那个你行去食伤济啊，行吼，像安尼，一般嘛袂讲真正骂人啦。无咱是讲趣味笑亏啦。但是咱顶一集就真正有像即个6月喊开喙臭，就真正是较伫骂人的话吼。一开喙就拗手臭啊！有的人讲话真正是使人袂爽，你都安尼甲讲，所以真济无共款的即个俗言吼，就是互大家来做参考因为内底真济过去的历史或者是趣味一寡文化互大家来了解一下。有诶，即个吼会使吼，囥去头前讲，囥了后壁讲，你莫讲开喙就臭，你是6月喊跳，款意思。你就是要安怎去调整使用，看大家。拢共款，你就骂人的意思。但是这文啊，你无感觉吗？较袂安尼错干6条，气嘎嘎，尽量毋是讲气价5倍，讲气价5倍就是臭死了，张牙舞爪迄个感觉吼，无必要安尼，用无共款的方式。你有诶讲你不帅啊，6月喊口臭，讲话遮歹听，无安尼吵安尼。所以真济啦，像即款俗言呢，还佫有足济放伫网络顶悬，因为我一直陆续就是只要甲节目内容有关系，我定定拢会整理，啊都会写伫咧 Facebook 甲Instagram 顶悬。大家若有兴趣，你想要先看到，因为咱是久啊才会做一集，
届吼，一届其实讲实在一集嘛，我都敢若讲到4句就差不多啊。伤长嘛，伤忝嘛吼，所以你若想要看搁较济、搁较及时、搁较紧看到吼，看就是会使看到讲啊，即个咱即届伫咧节目内底，比如讲咱讲一个故事，故事内底可能讲到几落句。吼，佮拄好用着俗眼吼，我定定伫用着俗眼即个物件，对我来讲是生活中本来就伫使用诶吼。俗眼毋是讲敢若爱专工去用，你才用着，其实无，阮就是生活中，阮自然就是安尼讲吼，这是生活中自然伫使用诶语言吼。咱这个语言其实是自然语啦。阮伫使用时有当时因为节目内底无法度解说较济，吼，所以我就会揪出来。放较慢一丝啊，好，放较慢，我就会揪出来伫咧 Facebook 顶悬吼，是电话去说明一下，讲即句话是啥物意思，有啥物来源无，还是伊诶特性是啥物特色是啥物？特色。所以会另外写伫顶悬，互大家了解安尼。所以你若希望讲会较早了解着，较早听着啊，无爱讲啊，伊伫遐等我久啊，几落个月可能才会出一集至2集的即个台语俗眼的专特辑吼，所以你就会使先去 Facebook 顶悬吼，你只要查出亚特聊聊天，拢找会着，你就会使看着。啊，当然迄部分我若用写的吼，字就会写较济，你就爱小可看，有法度看较济字出来，有法度。你若看3行就挡袂牢，迄款你可能就看袂着，你挡袂牢，你就较无较适合。当然，你伫 Facebook 顶悬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啥物疑问吼，有啥物想法，你临随时会使发伫顶悬，会使甲我问吼。我若看着我就会可能会先甲你回答复一下，无毋对。当然有诶，我若认为讲需要开一撮时间来解说，我会叫来节目内底来做答复嘛，吼，拢有无一定，吼，看情形。有当时无讲遮及时就你一问我就甲你答复嘛，请见谅啦，因为虽然嘛，拢有虽然无用诶代志，对，有当时嘛毋是讲我随时有法度有用来处理即件代志，这嘛互大家了解一下。嘛是爱食头路爱趁钱啦，这是趣味诶啦。目前嘛是做义娘诶，咱讲做义娘做义娘佫爱开真济时间咯，是做心酸哦，是做义娘吼，但是无做心酸做欢喜。这是做欢喜啦。所以。那讲较歹听，你也无开钱啊，互人请毋通嫌减价嘛，对无？你若有兴趣啊，要留下到互动嘛，当然欢迎。大概是安尼。咱今日即集就到遮为止啊。毋管你听了之后有啥物款的想法，或者是有介意啦，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还是 Mixerbox First Story 留话互我。Mixerbox 嘛会使拍星仔。因为有一寡推广的即个方式，必须要有人拍星仔才会使做推广。所以咱有用 Mixerbox 即个软体伫咧收听的朋友，麻烦你刷动你宝贵的手指头一下吼，帮我伫咧即个频道顶悬拍5粒星。再落还你咯。拍5粒星了，阮才有法度做一寡增加一寡推广。即个部分嘛，请大家来斗相共。当然你收听的平台若是 Apple Podcast 还是 Spotify 嘛是拢共款吼。麻烦你帮我留下你的即个5粒星的分数的即个评价吼，互阮一寡鼓励。当然嘛，欢迎你留话互阮。真济管道啦，毋管你伫咧 First Story 还是伫 Mixerbox 还是伫 Apple Podcast 还是阮的 Facebook 啦，等等拢会使留话，原则上我拢看会到。当然主要是我伫看啦，这主要是我伫管理。嘿啦，说谎都无代志啦。你若有要找说谎机开讲，还是有啥物代志要甲讲，嘛会使留话，还是传信息互我，我会嘛帮你转达安尼。咱今日就到遮为止咯。多谢收听咯。大家拜拜。拜拜。